code，就是领扫 QR code 入来了，就会使知影要安怎算好能力。好一站开始，好，这是头一站会有这个恐龙卵，好，这厝内面的印泥家己摕，有一个抽屉的感觉。嘿，安尼甲放落去，然后放出来就会洗转呢。好，再来第二张灰溜羊，来，伫遮嘛是会使看到这组，对，伊的风景就是洗转安尼，有无？亲像恐龙的灰溜无？这拢是阮的创作啦。好，再来第三张，耶！第三张猫来过冬，今日来登来。哎，秀一下，是，哎呦，要完成啊！哎呦，耶！第四张猫来过冬的出草，对了，哎呦，愈来愈水啊咧！第五张好连国秀，来落去，啊，个有足水的彩青哦！是耶！哇！第六张乌鸟，完成咯！安尼就再去换你的小礼物咯，奖品。会使翕相，敢若是个 IG 的发文，来，我先去你哦。看看有。